伟大军演第2天，咱国防部专程将压中发射27粒火箭弹，海巡嘛1对1监控中国海警船。台中成功3月中港店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检方认定业者征收无许可等，甲总公司在内13个人起诉。全台湾为着年底大活动，加强维安演习。台南的下年晚会禁止炸行李箱仔，卖比往年增加1.7倍警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日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中共伟大军演第2天，中共的军方是讲今仔日伫咧台湾的北部、南部的海域稳定实弹射击。咱的国防部是掌握到中共发射27粒火箭弹，多数拢是落伫咧咱24海里迄搭，无造成事故。咱的国军嘛发布宣传影片，展示咱的空军、海军掌握强军的动态，海巡是1对1监控中国海警船。一步嘛唔退，要保障安全。咱海军成功军舰甲中国好好好着艦，双方咧对徛，共款伫咧台海前线，设定军舰监控中国的龙虎3艦。中国发动政治使命2025演习，咱国嘛无咧惊伊。国军30发布定情应对宣传片，一个手公开几啊张 F-16V， 利用暗角手夹枪监控中国运油20，空警500A 型机、歼10、歼16等等的军机，还有海军几啊只军舰监控中国军舰的影像，展现海军、空军精速的能力。中国伟大军演进入第2天。东部战区30分别针对台湾北部、南部海域执行远途实弹射击，而且公开射击的画面，讲全部拢拍有着，要来吓惊台湾。针对这点，国防部长郭立雄伫咧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掌握射击拍到的所在，是伫咧咱国24海里附近，集中伫咧第1甲第3个禁航区，并无发生任何的事故。实施了多管火箭的射击，那总共我们的资料统计呢，大概有27枚之多。我们所侦获到的共机一共是71架次，其中有35架次逾越了中线，进入到我们北部、中部，还有我们的西南空域。那共建的部分呢，一共有13艘。海巡专艇嘛掌握中国海警船的动态，用1对1方式，而且并行监控，强调在中华民国的海域，敢若有海巡有执法权。我方已多次警告你未前方亮光为13.6，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压，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组2车军舰队、甲无人机等等的兵力，执行立体投送、夺控要港等等的项目。国军反制中国军方演练顶岛，海军海防大队透早伫咧花莲港部署，嘛赶去台东建构东部海岸防卫线。面对中国愈来愈敢，总统赖清德在人面册写讲，只要团结，就会当共同来抵抗威胁。吁请全体国人，此时此刻务必冷静、沉着，而且安定。政府对所有的状况都有万全的因应准备。有片的渔民为着要闪开中国军演，提早回港，想袂到哪像看到中国军舰出现伫咧片湖花树海域。偏防部赶紧执行重要目标防护的任务，随去到战术位置，深化战场的经营。为了防范中国由演转战，为淡水河侵入台北，53工兵群运用 M3 扑门轿车甲侦察突击船，伫水路进行多站处阻断的配置，无意影响中国军方的行动。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轻，飞弹已经挂起伫飞行机，太平升空。咱那上强的战车，陆军 M1A2T 投入第2批换装的训练，执行实弹射击，加速形成战力，捍卫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咱民间因应中共军演，各地头的渔会是提醒渔民，这出海就要特别注意。也若是飞机方面，今仔日国际航线是依照替代航路来出入境，有部分航班受到影响。也若是这国内算是金门甲马祖受影响上济，本岛往回金门取消60班，马祖取消16班，6000人受到影响。
金门航空站班机时间看放规个红色的通知，航班因为军事演习取消，原定要到台湾的旅客，敢来当抽候补号码牌，希望会当地演习结束了后顺利启停。今天有病啊，有就搭，没有就算了。报几号的，我看是报袂得的啦。中国伟大军演伫金门马祖航线，除了中段空隙受影响，业者嘛考虑航班起飞了后无法度即时飞航。统计金门航线已经取消60架次，马祖航线取消16架次，差不多6000个旅客受影响。那可能到北投去洗个温泉嘛，这样嘛哈，不然那时间太长了。民航局协调航空业者，伫演习结束了后，增加金门航线甲班机10架次。马祖航线因为演习结束了后，超过每班机的时间，一直30亿协调业者加开班机数运。国际航线虽然无航班取消，不过投机公司讲，因为台北飞行情报区部分航线还佫空隙受限，航管营运措施也是有可能会延误。台湾官方报道，宜兰乌洲港使用海洋团无偌济，因为中国宽带军演的影响，游客较少。港区大部分是整备船只的渔民，当地渔会提醒，一定要注意可能受影响的海蟹。针对警戒的范围，还是要请渔民尽量少过去，避免发生一些意外发生。军演的区域就是比较特殊一点，所以这个安全疑虑，当然渔民也非常的无奈。台东渔会是讲，这届演习是中国单方面公告，开业较特殊，正关心相关动态。但是这届军演实弹射击的范围，伫咱国南边海域，离五南片敢若9海里。一团拄来五南片报道的游客行程无受影响，有人摕相机出来翕海面，也有人为驻守伫当地的国军加油。这有没有看到阿兵哥啊？有啊。昨天路上就看到。我们来晚会不会气氛觉得很怪？不会啊，还是正常。对啊。高雄部航港局表示，军演无影响咱国上港船只的出入，咱方持续监视船只的动态，也加强联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除了电武力，中国嘛拍认知战。中国媒体是看一张那像是翕到台北101的相片，讲是因的无人机翕的。不过，咱的国防部是强调讲，并无中共的无人机飞过24海里。而且，这专家嘛质疑讲，这相片的角度无像是对空中翕的，甚至是有这面册媒种也发现讲，迄张相片好像像是砒霜岩的监视器画面。根据国防部的统计，中共军演到今，上无到46篇错误甚至是假的消息。中国媒体发布相片，背景是台北市，会当清楚看到台北101。中国讲这是无人机位悬的所在翕到台北101的相片。昨天我们也掌握到这个社群的这个消息啊，昨天中共的无人机都在24里以外，所以这个消息跟事实有所出入。那我们认为这个很明显的是个认知作战。国防部今背回讲这是标准的认知作战，爱民众唔通互骗去。如果他要这么近的话，应该基本上第一时间是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很相信他啦，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常识去判断。中国公布的相片，不少民众虽感觉是假，也不少专家发现问题。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设定影像的时阵，大部分有光效显示系统，暗过相片内底无质疑相片的真实性，也有人为无人机翕的高度找到问题。他目前派出来的，包括无侦6、无侦7这一类的无人机。它的高度都是2万英尺以上，那个都比阳明山高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这个角度不符合它这个无人机拍摄的角度。军事专业原来有比对相片，好亲像是内湖砒霜岩监视器所翕的角度。治安专家提醒，这种认知作战会愈来愈严重。比较难防的话是，主要是它会透过很多的这种LINE 的群组啊、脸书啊、Threads 的群组等等做这个传送。政府要可能从一般的教育，然后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等等，要多做一些宣导。治安专家讲，民众单方面接受无经过确认的影片、声音，还是文字，较会造成误会，还是形成心理压力。官方应该赶紧说明加解说，同时对社群顶假造、散布特定消息的活动效果，应该用教育来培养民众基本的辨认能力。国防部30尾仔嘛公布，中国军演到今，错误的消息有46篇，像讲批评政策、中伤国军，搁传出国防部长郭立雄休假无转来食的，国防部嘛呼吁爱加做查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地方消息来看，今年2月，台中新光3越中港店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38人受伤。台中的地检署侦查结束，认定讲这业者征收无申请许可，雅士的总开关无确实金符好势，包含总公司的副理在内，计共13个人去互起诉。
民众伫超大型的耶诞树头前翕上楼纪念。台中新光3月中港店伫今年2月发生起爆了后，9月27日开幕。不过，迄当阵是造成5死38伤，台中地检署30侦结，认定业者涉内装修改装工程无依法申请许可，嘛无确实甲这个楼层的雅士总开关关起来顶锁匙。甲新光3月细库的店长谢富的护理，含相关承包商拢总13个人，照过失致死、过失伤害、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起诉。认定被告星光3月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管理、承揽人员共计13人，分别涉犯刑法过失致人于死、过失伤害、准失火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检方调查了后发现，业者无提报消防防护计划，就入场施工。听到雅士楼气的检查器了后，无采取替代防护措施，嘛无确实甲雅士的开关关起来，造成12楼美食街的主干局破损了后，雅士楼下，而且拄到日元造成起爆。新光3月发布声明，讲尊重而且配合司法调查，除了全台湾据点的总体检，嘛建立高规格的巡检，维护制度内空关风险。民代认为台中市府无掌握业者施工客载人力明显无够，爱检讨。台中市政府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么大的百货公司进行装修，员工、消费者都知道，却只有台中市政府不知道，不能够等到发生的事情才进行公安稽查。稽查的这个能力可看见，我们台中市政府是不足啦。我觉得在这个稽查的部分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意外不能再次再发生啊。台中市都法局嘛表示讲，代志发生了后，除了随下令停工，嘛照建筑法罚因60万，收入来嘛建立全民独当制度，要求楼地板面积300平方公尺以上的商业场所，一定要设立现场工程告示牌。优先于全国建立一个全民独工制。我们针对 B3类300平方公尺以上的相关的商场的施工或室内装修，我们要求它比照营建工程，要做现场工程告示牌。台中市府强调讲，天然气供线施工是属天然气事业法来管理，嘛建议主管机关经济部来修法，和经法局订定自治条例，建立天然气供线合格标准制度，而且纳入公安新部来确保施工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一位80多岁老太太照顾小儿麻痹的后生是已经50多年。去年5月，家己得新冠肺炎，烦恼讲若是伊走，就无人照顾因囝，决定甲因囝先送走。这件案件一审是依照杀人罪判老太太2年6个月，不过法官是有伫咧判决文呼吁总统特赦。今仔日2审开庭，老太太律师嘛搁再请求减刑，也是特赦。这个姓刘的负责人坐轮椅无压真低，亲情陪伊离开法院。这个负责人因后生是重度心脏人士，伊甲因后生抬死，一审以杀人罪判2年6个月。专案上诉了后，2审搁一届开庭。这个负责人的律师争取改用加工自杀来论罪。在当时被告不说，我了解的事实有限，我可能就照着卷证的方式来帮他做有力的辩护。但是过程中，可能被告也慢慢有一些释怀，然后对我信任比较多的时候，听他陈述到底这50几年，以及到底当天妈祖生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负责人伫法庭讲述规个帮盘，辩护律师主张讲，这个负责人照顾因囝50多年，就算因囝无法度表达，要是会当感受到这个囡仔早就已经无想要活，加上伊家己嘛有血啊，迄当阵搁去为着新冠肺炎。烦恼家己搁活嘛无偌久，以后无人通照顾因后生，所以决定甲伊翕死。原底伊嘛按算要缀后生做回去。如果他不理解被害人的想法，他怎么有办法把一个不能生活自理的人照顾到50几岁？我们合理的推论，其实被告跟被害人之间是有良好的沟通，虽然被害人没有办法讲话。去年5月，这个悲剧发生伫咧台北市上山，专案引起社会关注，尤其1审的判决文。法官嘛呼吁总统特赦，律师讲有甲总统府致接，不过总统府也无后续的消息。面对当朝的悲剧，要安怎提供照顾者身心的支持呢？照顾者他的身心负荷是跟着他自己本身的状况变动，不一定是跟被照顾者的状况联动，这就是非常关键。我们一直呼吁，应该是依据主要照顾者的身心状况核定喘息服务的额度。照顾者身心的压力是真大，而且一再发生悲剧。有学者分析，官方哮喘的服务、额度甲频率都有改善的空间，这嘛降低不少民众申请的意愿。这个拢爱精进相关的措施，为照顾者的角度出发，予因上大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全台湾为着年底大活动，努力加强维安演练。去年在台湾的下年暗会到25万人到底，今年嘛已经不少民众已经先去暗会占位啊。台南市的警方提升维安的等级，是禁止民众在行李箱啊、甲翕相的卡价，嘛比往年加派1.7倍警力。大型舞台已经搭好，活动要未开始，现场已经有民众在占位，有人抓帮顶管车、卖刷叮当，有人规去大布棚，甚至有人一透早专工落南，就是要抢好位参与介意的歌手做伙伫台南跨年。那去年台南的活动省25万人来，似乎按算今年的人会阁增加。不过最近北部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似乎这回跨年禁止民众带大型的行李箱、点影卡架、长腿来，全面提升维安规格。要来抢前面的位置，这样子比较看得到喜欢的团这样。氛围还是有，但是就是也还好，因为现在政府啊、什么警察也都做相关的措施。最近办活动现场都有准备很多的警力，所以其实还蛮安心的啦。还是会注意一下身边周遭的有没有异常的行为或者异常的动作。为了实现应应以外，市府已告办大型维安实定演练，保警嫌犯伫现场等演舞团制作紧张，警方马上围过去，由特殊任务警察摕咸椒水甲电枪，甲人压掉咧，参救互相犯等应变能力演练。警方强调，今年跨年暗会维安警力平往年加1.7倍。除加强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外，针对会场实施征收与安全检查作业。并增设远端监视设备10组，及时监控预防，成立分区指挥应变编组。我们执法人员也知道说，第一时间要如何因应，如何定位这个滋事者，如何能够以强力、优势的警力，能够马上把这个意外化解掉，然后让这个市民的安全能够得到确保。北部黑白杀人的事件，到达民众也是心惊惊。大型活动既然无法度避免，主办单位就要规划完整安全配合，互各局处了解安怎应变。政府讲，跨年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大家嘛要提宽警觉，希望大家会当安全参加，平安回去，共同迎接新的一档的开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北车头今下晡3点外是发生攻击事件，有一个查甫人乌白二这火灾通报令，佮攻击站务员甲其他旅客。这接运的站长去处理，佮去互对方车，站长是随喷咸椒仔水甲做动。本分局员警获报立即到场，因该男子于捷运站内任意按压火警铃，造成民众恐慌，经台北捷运站务员制止不听，遂对其喷洒辣椒水阻止。警方依恐吓公众现行犯逮捕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有民众是看到一个查甫人倒去地下1楼的通道，去互保全站长甲警方压制。这个查甫人是一个台北车头地下3楼大声嚷，而且佮乌白二这捷运站的火灾通报令攻击站务员，警方是已经甲抓起来上班。我来看这张下晡，伫咧高雄捷运的后夜站，有一个40外岁查某人，伫咧这捷运顶头是喊甲大细声，搁是车顶的紧急电话，讲要叫警察。这个查某人的情绪无稳定，是捷运定车代志的乌名单，人是随去互警方请落车。这辈子我要13岁，没有侵犯过任何人隐私。日到下晡，伫高雄捷运的后夜站，这名负责人伫车厢内底无代无志开始匹配叫，连面对边仔人叽叽嘟嘟一直骂，连面讲要叫警察爱捷运袂当驶，边仔乘客看办事唔对，拢闪甲离。因为进前台北的攻击事件，互大家对公共运输的安全拢真敏感。警方接到通报，也早盾牌到场处理，发现负责人是定拄惹代志的乌名单，先安大伊的情绪，请伊落车。整台列车200多人。一件事情耽误你3分钟，还有下一班。该名旅客并未提出报案或医疗需求，警方已告知相关权利，并陪同其搭乘至高雄车站出站。因为这件事件嘛，地属搁一列车慢1分钟，加载无出大代志。不过，因应跨年暗过安全维护，高雄市警方日到暗时再次针对捷运站表演舞台、百货公司3大场所发生攻击事件来进行实际演练。市长陈其迈强调，捷运站是安全维护的重点，包括人员疏散、歹徒的查测、甲救护站等等，拢爱具即时的应变能力，保障民众的安全。移到捷运站来做演练是因应更多的这种不同复合的这种状况来做更复杂的一种因应的一些实兵演练。
陈其迈表示，这个跨年暗会维安级数全面提升，唔有加派警力提高见警率，也要求即时通报。到时2场跨年暗会会出动将近1600名警力，陪伴民众平安迎接新年的来到。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刑事局是查到国内有14间送货公司牵涉甲中国的诈骗集团来斗空偷城趁钱，警方至阵是已经抓到18嫌犯以上法办。这是仓库就对了。环境交通是一间成都物流公司所在，查考相关的证据，刑事局对查一夜市广告诈骗案，发现国内14间成都物流公司涉嫌甲中国诈欺集团勾结，用代收汇款方式，各代付诈骗广告费用，金额有2.3亿。巨额的支付与本业不符之广告费用，自111年起至113年间，以代收货款方式。另外，代付赊账广告费用达新台币2.3亿元。警方表示，中国诈欺集团透过减肥集团、地休甲土地等一夜市诈骗广告，吸民众误信落单，或者是透过购资外销名单、寄收零包裹给民众，交给成都物流公司收钱了后，就方面付诈骗广告费用；另外一方面用地下汇兑方式汇款给诈团，为中抽commission，总共是1840万。被害人还在羁押中，那不法获利是大陆诈团这边请他们支付赊账广告费的趴数比例去换算，这厂商大概获利1840万余元。刑事局在1月17日发动搜查，将14间成都物流公司负责人等18人全部依照涉犯银行法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搁查扣170万现金、小客车、手机合约书等证物。因为民众收到报告大部分是无好，或者是非法药品。那破案确定业者后续还佫面对消费者提告诈欺甲营业登记撤销才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第三方支付平台 HeroPay 是牵涉甲国外跋筊集团盗洗钱赚commission。在过去4年，洗钱金额超过259亿，业者是抽5亿外。目前是已经抓到35个嫌犯。提供警力，直接攻击要犯罪疑点。涉案的不法公司创伫台北市内湖上班，现场查扣真侪钱、大量文件，为员工到负责人掠35人。机手轮班24小时处理入金出金的问题，在清查这些人头账户的金流，也会发现有各国诈骗被害人的那个受骗的赃款。被羁押细路的主嫌甲细项财务表面上是做餐饮伫台北有名声，说是暗中做歹代。经过警方调查，2人涉嫌合作开发第三方支付平台 HeroPay， 替日本、中国、印度等国的破获集团洗钱，为中抽取相关成分之被手续费。为民国110年开始，4年外洗钱金额超过259亿，因也获得5亿外。获利来源是这个钱。到最后结算获利的时候，会以泰达币的方式交到币商那里，然后他们再跟他换新台币。不法集团设立第三方支付，虽然目前已经被废止，不过当初无经过合法申请登录，那也这2年来仍顺利运作的。代理收付的工具是银行账户，它好像是拿到虚拟账号，因为银行的虚拟账号它不会有限制说一定是第三方支付才可以拿，我们只要有收到检举，都会去办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提供第三方支付。牵涉非法洗钱，嫌犯的奔驰lenz私家车也互警方扣押，其中各负一台7达千万的保时捷，先互行政执行署拍卖，30用865万卖出。记者综合报道。中共伟大军演，咱台湾的军备嘛，电视出成果。咱国军防相专案头一架 F-16D Block 7号编号6831的战机，是成功伫咧美国试飞。伫咱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架战机是咱新买，而到伫咧美国制造商的工厂成功试飞50分钟。这架新战机的其他装备，所落来嘛陆续测试，并伫咧明年底6架新战机宣布交会给咱。立法院会今仔日三读通过劳工保险条例修正草案，明定是由政府拨钱来补劳保基金，政府就爱当年编预算来拨补。
中央政府嘛要负责3年检讨一届劳保的财务状况。因为人口老化，这少年人愈来愈少，劳保基金的财务负担是哪来哪当？虽然对民国109年开始，政府就开始拨钱来保劳保，不过是并无明定法律。今仔日立法院就修法，明定由政府拨钱来保劳保基金，要求政府就爱逐年变预算，也爱负责来检讨财务状况，毋望是当维持劳保稳定，毋通好干那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来看，这癌症是已经连续43年，拢是咱台湾人10大死因的头名。国民健康署今仔日就公布上新的报告，212年只有138000多人得癌，平均是48%就有一个人得癌。原来是这肺癌是已经连续3年是上侪人得到的癌症，前5名还有大肠癌、鳞癌、肝癌、甲裂喉腺癌。癌症已经连续43档，正出国人10大死因的头一名，每档夺走5万多人的性命。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公布上新的癌症登记报告，130年总共增加138000多人，比前一档增加7000多的比例。其中，肺癌已经连续3档是新发生癌症人数的第一名，有19000多人。过来是大肠癌、女性鳞癌、肝癌以及男性裂喉腺癌等，前5大癌症发生的人数排名，甲前一档同款。这2年我们推出了就是肺癌 low dose CT 的一个筛检，其实也会把一些潜在的一个个案诊断出来。致癌人数增加的速度等于每3分48秒就有一个人致癌，致癌的时间比前一档佫较紧14秒。像大肠癌其实是我们排名第2名的癌症，可是大肠癌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没有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其实就有一个大肠癌风险比较高的因素。国民健康署呼吁民众除了健康的饮食，保持规律运动，嘛爱定期体检，因为癌症初期大部分无明显的症状，无容易发现。目前除了扩大补助喙腔癌、大肠癌、肺癌等5项的癌症体检，明年起佫增加每人终身1届胃癌体检，希望民众透过体检服务，量早发现，降低致死的风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疾管署监测发现，讲今年到11月底，梅毒的确诊病例增加9000多例，这患者多数是15岁至24岁少年仔。为着加强防止性传染病，明年24岁以下是会当开始做免费的梅毒快筛。就是这个梅毒快筛试剂，只需要半点钟，就会当知影敢有去感染到梅毒。疾管署宣布讲，对明年开始，针对24岁以下少年族群也是学生，提供免钱的梅毒快筛。全台湾拢总有79间病院提供服务。因为疾管署监测发现讲，梅毒的疫情是出现警报，今年加起来到11月底，梅毒的确诊新增加9072例。尤其15到24岁少年族群，最近5年病例数同年增加，亲像今年1月到11月，已经有1722例。把潜在的个案能够找出来之后，好好的治疗之后就可以阻断传播。其实筛检、治疗，这个都是阻断传播的方式。疾管署表示讲，梅毒是第3类的法定传染病，主要是透过性行为血的传染，也是母仔囝垂直感染。梅毒伫感染了后会分3期，第1期的症头是包括私密处会出现袂疼的溃疡，第2期是脚盘和手盘会出现皮疹，甚至拖到规身躯。少数无治疗的病人会入来到第3期，梅毒症会侵犯心脏、和脑神经等所在，有可能造成痴迷、半睡等等，危害到性命。疾管署提示讲，就算是无症头的梅毒，若是长期拢无治疗，可能影响生育，造成未生。性病它容易造成我们内在的性器官的组织的粘连，所以它确实有带来不孕的可能。但在这之前的话，因为一直发炎没有治好，所以可能会有慢性腹痛的情况。最近因为跨年 party 和聚会活动真多，社交活动真接，有可能增加性传染病的风险。疾管署提醒讲，性病会当预防，嘛会当治疗。预防性病上重要的措施，就是性行为爱专程治杀去，只要有无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来感染性传染病。建议爱定期体检，量早看医生诊断治疗，才会当保护家己嘛，保护伴侣。记者综合报道。明仔暗有安排要去外口看年的观众朋友，就要注意穿雨袖，因为冷气团落南到1月初4进前，这天气拢会真寒，加上云是较低，要看烟火，也有新年的头一道日头光，可能是无遐清楚。
拜二透早受东北季风影响，有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过来拜三暗就是跨年啊，气象署指出，因为32和元旦2天的云较低，所以提醒有要去看跨年烟火和元旦日出的民众，有可能会因为云的关系，会小看袂清楚。元旦这一天，就会有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南下，紧接着2号到4号都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哦。3号的清晨是最低的，可能会有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哦。另外，在中部地区也有可能会有类似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那在南部以及花东的话，大概也有12到14度左右的低温。气象署也有讲，明年第一季的天气，平均的温度会伫正常到小可高温之间。那雨水的部分是正常偏少。针对地动，气象署也指出，今年地动规模6以上的地动有6个，规模上大的是这个月27伫基隆外海的地动，过来第2大的是年初1月2日发生伫嘉义大埔，和6月11日伫花莲近海的地动。菲律宾海管从东南这边碰撞上来，在这边开始碰撞，所以这一边的一个地震的一个深度，它大概都是比较浅的一个地震，然后在花莲这边开始隐没下去，从浅一直到深。好，所以我们12月27发生的地震，它的深度就大概70几公里，大概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台湾的嘉南地区也有一群地震在发生。那这个地区的主要是大埔地震所造成的。气象署嘛，搁再提醒民众，地动发生的时，头一步一定要先保护家己的安全，接落来才是逃生。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屏东科技大学在校园内底是会当骑乌托邦的，不过今年10月煞是少数发生2件学生的死亡车祸。即阵煞阁有这龙龙狗嘛造成车祸，亲像在自狗的时阵，就有一个学生骑车，向有一只乌狗撞出来，害伊未互动累残。校方是表示讲，会赶紧通报处理这寡龙龙狗。屏东科技大学的查某学生乌托邦稳稳啊骑，煞向有一只乌狗对边仔撞出来，弄着前脸。学生袂负反应刹车，规个人趴伫咧涂骹爬袂起来。甲在边仔公车速度无紧，若无后果恶实伤。这段画面打起伫网络，有不少学生讲，学校确实有不少龙洞犬，无捌看过有人摕物件来吃。大概在学生餐厅那边吧。哦，那里会有一些狗。那个狗是有人会喂养吗？还是？就是有些学生如果路过的话，就偶尔就喂它一点东西吃。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只有米白色那一只比较会常出现，然后黑色那一只的话就比较少出现。但是出车祸影片那一只应该是就是之前看到那一只黑色的。受伤学生送病院治疗了后，家在敢若刺伤，因为10月少数发生2件学生骑车死亡车祸。学校对学生的交通安全真重视，不过即摆说连龙洞犬嘛正做车祸的因素。学生认为学校爱负起责任。校方表示，并科大无设校犬，校方内底拢是龙洞犬。除了呼吁师生莫被饲狗以外，卖加强通报机制。如果发现游荡的犬猫哈，在校园里头，赶快通知我们学校的总务处或者是校安中心，那我们会做人道的驱离，那或者是我们会赶快去联系我们屏东县政府的动保的相关单位来做一个这个协处。学生表示，餐厅食食济，狗仔定拄走来遮等人吃，亲像这只白色的龙洞犬都接出现伫餐厅。校方强调，校园的猫狗若是无妨害到师生，会带去拔掉，有危险性的，就会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学生若是发现有猫仔狗仔乱扫，拢会当随通报学校来处理。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前2天啊，在新竹县有民众伫咧庆南乡的草埔，发现讲竟然有46只兔仔去互放送，其中有1只是已经挂死啊。这代志爆出来了后，兔仔的主人嘛已经出面回释咧，伊啊去互送饭。全身区北门加上伊米的目睭，兔仔看到真古水。新竹昨日暗有民众伫江南乡路边的草埔啊，发现真侪只兔仔死街走。动保团体到现场了，拢总发现46只兔仔，其中1只那像因为天气收冷已经死亡。那天是天气非常的冷，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志工啊加民众大概有7、8个人都协助去救援。当天的气温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呢有拿着就是所有的一些工具器具啊、照明设备啊，就马上去做救援这样子。现场总共寻获有46只，有1只是已经是冻死的状况之下。代志爆出来了，兔仔主人出面自首，
讲是因为土仔甲后生手指头仔夹着伤，伊一个生气，才会甲土仔拢掠去草埔仔放杀，伊把出面回事咧。做了一个很不好示范，也很抱歉，也非常希望那个社会大众能够谅解我的错误的示范。若新的动保署指出，虽然按照动保法，除了依法罚3万至15万以外，也会甲主人上班。为人这样子已经构成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3项，弃养动物，那我们会开除罚款3到15万的罚款进行处分，这样，然后饲主他可能也会，我们把它列入那个饲养的黑名单，终身就不能饲养应该登记的动物。动保署表示，目前45只兔仔经过检查了，身体拢算勇健，后续会开放民众领养，也呼吁大家千万袂当放杀宠物，才袂违法。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南投的鸟喙潭人工湖，逐工是会当提供25万吨的水，予南投甲中华民族者。不过最近却是传出讲有业者要伫咧水头去粪扫的暗大场。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水质，要求县府就要设水源保护区。守护鸟嘴潭，反对掩埋场，反对掩埋场。环保团体和立委召开记者会，因不满南投县政府无愿意伫咧鸟喙潭人工湖设水源保护区，意思讲有业者要伫咧埔里水头的水源地申请掩埋场。我们认为，就是划保护区可以让养猪、畜牧、污染性工厂可以去限制，或者是去规范。当初政府设鸟喙潭人工湖，拢总开219亿，供应北中华和南投草屯达力25万吨的饮用水。环团烦恼讲，若是水头设掩埋场，唔但会冲击到埔里的矿泉水、口北笋，也会连带影响到中华的居民。喝不好的自来水50几年，现在听说要喝鸟嘴潭人工湖低美水，其实我们很高兴很支持，但是现在又说源头它根本就没有划自来水的水质水量保护区，那这样我们还不是回到以前？那南投县政府是回应，因无同意设置水源保护区，认为讲若是设落去，恐惊会冲击到南投一半以上的产业发展，这是因无愿意看到的。我们还是反对划设鸟嘴潭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南投县为了要供应给彰化地区的一个水源，来损害了我们南投县的产业发展和在地乡亲的权益。是不是有同意业者设置掩埋场？南投县政府是表示，也是爱等待宽评的结果，因才会来照法办理。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原声乐团当年元旦拢会举办新年音乐会，今仔日因是开记者会，讲这回音乐会的规格是8年来上界悬的，而且因阁会甲台北的爱乐合唱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合作，用古典音乐来演奏。在音乐当中是会包含歌戏的元素、原住民的歌曲等等，传达咱台湾多元的声音。用歌戏常常听到的草琴调来演出古典音乐，原声乐团制作人表示，因逐年的新年音乐会拢会结合真侪台湾文化来表演。嘛指出，每年元旦要办的音乐会，也甲台北爱乐合唱团、甲高雄市交响乐团合作，拢总超过150个人参与演出，是8年来规格上悬的。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一场一场的，把这整个台湾的完整的文化架构把它呈现出来。元旦的新年音乐会，用台湾的声音做主题，包含歌戏元素。高雄城市发展甲原住民歌曲，头届和原声乐团合作的台北爱乐合唱团讲，真欢喜本土乐团会当斗阵合作来演出台湾的音乐，感觉真有意义。演出整场的台湾作品，我想这是有非常不同的意义，给大家、给全国的观众，然后让大家听到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音乐会的一个形象。原声乐团表示，元旦的下晡2点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因希望用充满台湾声音的古典音乐，
来传达感情甲力量，陪伴民众行向新的一年，嘛甲世界交陪。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在网络顶是有真侪网友在分享讲，因厝邻的时代，常常是用一寡风沙无脏的话句，伊像是用这华语字的话音来表达台语，互人是拢看甲不飒飒。这有学者就指出讲，是因为咱台湾是对2001年开始才有台语课，所以讲大部分的时代并唔知影这台语是有正确的字通好写。有网友伫咧网络打文讲老爸传信息，问伊讲锁匙有查无？2天内已经有9万多人起赞，嘛有真侪网友分享这款华语套揽台语的情形，亲像乌龟条有没有超生了？就是台语乌龟条敢有超生的意思，桌顶有放乌甜仔，也互时势听甲不飒飒，素心汤糖粉的写法，嘛互真侪人看了真爱笑。有台文系学生就分享，处理的时代嘛会常常传台语火车文予伊拢会去甲因教正确的台语字。一开始我会甲因纠正讲，哦，这毋是哦，毋是安尼写哦，伊正确的字是安怎？后来因伫咧甲朋友讲话的时阵，有当时会弄着台语，伊就会先传来问我讲，这里的台语是要安怎写？有台文系教授指出，台湾多数人唔知影台语有字，这和教育有关系。因为台湾是对2001年才开始有台语课，不过因为迄阵敢若国小才有，所以教学的程度和延续性拢无够。过去伫咧2001年9年课纲的迄个部分去，其实伊就敢若锁伫咧国校啦，伊可能就是唱歌，较侪就是唱歌。国校敢真正会去教台语拼音，真正教足深的台语汉字，其实较侪嘛是拢是教华台共同书。学者表示，知影讲台语有字的学生是伫咧2018年国家语言发展法三读通过了后，规个国家才动起来，才开始有进步的现象。这边的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头有讲的，伊有延伸。因为咱咧学习的过程内底，总是爱有记忆，记忆总是长期的，搁较好嘛，是毋是？所以伊会当延伸到国中，延伸到高中。搁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头讲的，规个社会其实是咧震动的。学者认为，民众需要先建立台语正字的观念，再来发展趣味的话音。若是讲欠缺台语正字的观念，这款火车文，颠倒会互人看甲无飒飒，真歹理解。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洲巴拿马运河纪念中国甲巴拿马友谊纪念碑，27暗时是去互地方政府拆掉。中国政府是真不满，讲这巴拿马的运河。即阵铁互拆掉，中国中央的政府就要出面处理。不过，有报道指出讲，美国总统 Trump 认为这中国对巴拿马运河影响力伤过大，伫咧当地施压才会甲伊拆掉。原地5月10日，中国小湾公门已经无存在，2个雕像嘛，互搬去停车场。这伫巴拿马运河入口附近，纪念中国对这条下海水路贡献的光环甲纪念碑，已经去地方政府拆掉。This is a special place, not only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but for everyone, because it recognizes the contributions that other cultures of the world had here. 拆除的行动甲时机点真敏感，互认为是巴拿马回应华府施压象征性的行动。The demolition of the site, which overlooks the Panama Canal, comes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s Beijing has too much influence over the waterway. 下令拆除的是巴拿马的市长阿莱罕，而且讲公园甲纪念碑因为结构受损有安全的风险，无要回应任何政治压力的问题，嘛绝对无要冒犯，或者是否认华人社群的文化遗产。甲阿莱罕立场无同款的巴拿马总理莫里都讲，这种野蛮的行为无任何正当的理由，是无法度原谅非理性的行为。中方注意到该行径已在巴引起了公愤，穆里诺总统已公开谴责这一行径。巴拿马总统府已下令立即在原址重修纪念碑。中方要求巴方彻查此事，尽快纠正有关地方政府的错误行径。这条80公里长的巴拿马运河主要的使用者是美国甲中国，每一年全球差不多有5派海运贸易经过这条运河。这条水路1914年至1999年由美国控制，了后移转予巴拿马。川普要求美国船若使用，爱提供优惠。负责管理这条运河两边港口的单位，也就是香港长江河基事业下底河基港口。目前，因已经同意改卖予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来看国外天灾意外消息，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遇到崩石，造成去出事游客是有3个人死亡，1个人失温。
同款是伫咧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煞是落雨落甲做大水，有3个人死亡。也若是美国迄边是有一个可能会变强做炸弹顶级的气旋正咧发展，大风势是影响到真侪新年假期航班。为直升机看落，西放去的所在规个白茫茫，原地树啊甲山脉拢去互西砍掉咧。西班牙北部比利乌斯山脉的攀地考察，这是一个出世圣地，当地日狗熊放射。迄当阵有6个人当咧做爬山出世训练，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体温伤低。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接到消息了后，赶紧去现场，甲这个体温伤低的民众送病院。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27开始雨到就无休困，规个做大水，真侪汽机车拢冲走去，还佫有民众失踪。礼拜暗，当局发出红色警报，呼吁民众踮伫室内，或者是去地势较悬的所在。也若国民警卫队嘛，赶紧咧找失踪的人。Bueno, de momento sigue la búsqueda del chico que ha tenido la mala suerte de caer con la moto al agua. 当国民警卫队发现这个失踪的少年人的时阵，伊已经不幸罹难，即届做大水死亡的人数增加到3个人。也若美国东北部、中西部甲大湖区，当受到冬季风暴、爱珠拉的影响，费城2到2摄温度差不多-46度，暗时降到-7度。气象专家警告，这波强烈风暴可能持续发展做炸弹气旋，影响的范围为威斯康辛州到缅因州。估计到30透早会发生暴风雪，路嘛会结冰。目前已经发生几啊件连环车祸。We left Cable in northern Wisconsin this morning. About 6:45. It took us about 4 hours to drive down. Roads up north, the plows were out, but they were still pretty snow-packed, slick. 估计到30为止，这款的天气还是会继续影响大众运输，造成部分的所在停电。因为美国即马拄好是元旦甲新年连假的期间，不少游客拢按算出去佚佗。不过从2日开始，就已经有超过3600个航班因为天气的关系来取消，也佫有3万外的飞行机抓满分。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资料显示，古时美东时间29到下晡3点25分，有约6000班的飞行机抓满分，751个航班取消，严重冲击到游客假期的行程。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天气无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17度到19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3度到20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相会。